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文字對齊，要逐個整，有冇方法可以快啲？選取要設定嘅儲存格，按一下滑鼠右鍵，選擇儲存格格式，選擇對齊方式，係水平的下拉選單，選擇分散對齊縮排。如果想美觀啲，可以係縮排選擇1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.